市长不道歉。我要道歉什么？是我的个性。我们一直希望给小燕一个完全改进的机会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在问啊，1万条香烟哦，要多少人？那以前那个3000还有多少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其实那个是冰山这一角。你看看哦，1万条香烟，4位数，国安局、机场、海关，还有那个花航还牵涉到花航的仓储。所以我在讲哦，刚刚是这样的，我们也不是说故意要去批评他，但是要有反省能力、完全改进能力。我就问嘛，庆务案办到哪里去？赵凤案办到哪里去？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有时候被人家批评很不爽，但是转过头去还是要想一下。我今天看到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讲2016年1月16号，我是支持小英的，我怎么不是？可是你怎么搞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没有贪污，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，不是吗？好。好，我们记者会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找到座位坐下来哈。那我跟您顺着请问您脸书的 po 文，因为您好像特别有提到说第三航厦因为政治利益介入，因为郑英朋友回击说认为您是因为双子星不满才会这样子的发言，以及他说您的5大弊案是什么力的介入导致无疾而终，要您说清楚。慢慢的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不需要指出问题的人了，也不需要发现问题了。其实我们现在需要是解决问题的人。所以像社子岛这种禁建49年的，如果不是像这种个性的人，没有办法解决。我一定要把社子岛解决掉。不可能一个地方禁建49年，明明就住1万多人，怎么禁建49年？睁眼说瞎话，所以那一定要解决的。我今天在讨论那个环南市场，帝国在鱼市场也是一样。那个环南市场拖了18年开工，今年年底要完工的。可是我外面那一些违反土地分区使用管制，在住山区在做批发厂的，我那一下怎么处理？这个要处理要面对嘛。所以是这样的哦。郑运鹏我知道他是念台大土木系毕业的，也是高知识分子嘛。人家批评你，要回去深刻的反省。这个道理我们被人家批评是不是真的错了？我们哪边要改进？我们都希望台湾好嘛。我今天看到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讲2016年1月16号，我是支持小英的，我怎么不是？可是你怎么搞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没有贪污，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，不是吗？好。